再来关心美国联准会官员有放出来讲，可能会降利息的消息，是鼓励美国股市。美国股市嘛已经连续起3天啊，影响咱台北股市。台北股市伫今仔日开盘有起382点，即马台北股市已经重新徛登去2万点的大关。一来5月份要报税啊，也毋过今年咱受美国对顶关税影响，财政部即马已经甲报税时间延长到6月底。财政部嘛调悬扣除金额，要减轻民众的负担。也若受美国对顶关税影响的企业也是个人，会当传相关证明文件，安尼就会当免加利息，会当来延期或者是办分期纳钱。每一年报税时间都要到啊，受到美国对顶关税影响，财政部今年专工甲报税期限为5月底延长到6月底。可以减轻一些就是上班族或者是就是真的有经济困难的人的压力，钱可以比较宽松的，就是使用的不会很吃紧这样子。因应美国对顶关税冲击，今年若是盈利事业或者是个人，因为安尼受到影响，只要符合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提供纾困、补贴或者是营业收入减少，抑个个人去用减薪水、工作日减少，拢会当写申请书，再个传相关证明的文件。会当延长纳税期限上长1年，或者是分期。营收减少的部分呢，连续2个月平均营业额，例如啊，就比去年同期平均营业额你就减少，只要减少就可以，不用减少做一定幅度。为了减轻民众的负担，今年财政部提悬报税扣除的金额，在免税额的部分为9万2有悬到9万7，标准扣除额高薪的有悬到13万1，有配偶的有悬到26万2。另外，若是有车养6岁以下的囡仔，抑阁会当有囡仔学前特别扣除额，头奖啊是15万。若税厝的人会当申请租金支出特别扣除额18万。薪水所得扣除额甲基本生活费扣除额嘛拢有有关。我们的条件里面没有房东同意，只要你有租赁契约书跟付款证明，好，那你是无屋族的话，原则上你就可以扣我们的租金支出特别扣除。今年报税新的制度袂少。佮拄着美国对顶关税政策，财政部讲，因为相关的关税这个月才宣布，而且还佫有无确定性，目前也无法度估算有偌济盈利事业或者是个人会来提出申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